火中，捞起放佐料拌匀入味儿。鸡，哎，我们去看看啊。您好，您是张雨莲的女儿吗？对。女儿。啊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看看你。小孙子长这么大了。没事吧，我可能就是这2天工作太累了吧。行了，你不用担心了啊。虽然被婉言拒绝，但张雨莲还是决定去城里照顾女儿。女儿小时候一生病，她就会煲鸡汤给女儿喝。这次，她只想亲手给女儿做顿饭。妈，哎呦，要不我来吧？没事，我来。你拿筷子是吧？我给你拿，来，慢点啊。妈妈，这小鸡还没死呢。鱼来了。哎呦妈，让我来。哎呦，妈赶紧一块儿吃啊。你吃。这顿饭米很硬，菜很咸，难得的团聚，他却只待了1天就走了。女儿一再挽留，但他还是执意离开。女儿觉得有些不对劲，半个月后养好身体回家探亲，才发现了母亲的秘密。女儿。张雨莲，63岁，一只眼睛患白内障，几近失明，另一只也严重老化。担心花钱，一直瞒着孩子。为了女儿，他第一次一个人走出大山。他可能看不清路，但他清楚地知道，女儿就在路的那一头。从家里到女儿所在的城市，要翻过2座山头，趟过一条小河，走28公里的山路，要转3次车，跨越4个省，坐36个小时的长途汽车。他对这个城市一无所知，除了知道女儿的名字，一切都是为了给女儿做顿饭。每一个母亲都像张雨莲一样，对自己吝啬，但对孩子可以倾尽所有。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是什么？